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。自从艺人孙鹏、迪英的独子孙安佐在美国涉嫌恐攻事件后，星二代就备受外界关注，而崔佩仪之子贝克宇也因此无故受波及，时常被拿出来做比较，令他相当气愤。不过，孙安佐返台后翻身成为高人气网红，贝克宇则也悄悄地经营起自己的频道，似乎也有意朝网红之路发展。星二代出包事件频传，让不少人都拿着放大镜检视，而同样身为星二代的贝克宇也因此受波及，被外界拿出来和孙安佐比较，让他火大发声明，直说大家不要把我跟他混为一谈，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，孙安佐。事后，孙安佐在开时被网友追问此事，他毫不避讳地直说干我屁事，态度明显不屑。近期，孙安佐靠着一己之力成功转型为网红 ，YouTube 频道短不到1个月就累积突破15万订阅人次。然而，有网友发现，被呛干我屁事的贝克宇也经营起自己的频道，除了展现自己歌唱才华，自弹自唱周汤豪的夯区帅到分手外，近日在推出如何提升你的英文能力影片，让网友看了大赞，解读得非常棒，以后可以当老师。但他和孙安佐两人都开始拍影片，不免让人将他们联想在一起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璇。